我家世子要上山，烦请让路。你不出手吗？这小子想看风景，干我何事？我干嘛帮他？世子得罪了。停手！让他上山。这儿还轮不到你来决定。老祖下令，让徐凤年登古牛将。老祖让他上去。这种事儿我怎敢凭二说？让开！我来带路。走。终于走到这个地方了。轩辕进城，请老祖宗现身。轩辕大凡不知道我要上山吧？临时扯得谎。如果轩辕大凡死了，这谎就没人知道。那他要是没死呢？那就什么都结束了，谁还会在乎一句谎话的？哎，老头，哎，你觉得他身段好吗？好身养，比你强。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还在长身体。没事，徐凤年不在乎。谁要他在乎啊？这么多年，倒是小瞧你了，是为你女儿来的。轩辕家近100年威望，全依仗老祖宗支撑。我代表轩辕一族，谢过老祖。你女儿就是谢礼。然而这条路走错了，错又怎样？轩辕进城求战。进城读书可曾读到天地共宁？你可知到哪一步才算是天象尽？是否天象，一试便知。我倒要看看你能否熬过半招。跟谁动手？开始了，你觉得谁能赢？我当然希望我爹赢，但轩辕大凡是天象境高手，诸般武学无不精通，要赢他，谈何容易？我愿只身看昆仑。天象境真能凭心意改天下？只是凑巧撞上打雷天而已。要真能呼风唤雨，这天下就没旱灾涝灾了。反正我也不懂，前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三爷死了，是轩辕敬城所杀，胡说八道。那书呆子人呢？上大雪坪了。
能。李前辈，这轩辕大盘到底什么水准？当年窦建他输了，这以后我就不知道了。瞧着比当年长进了。那他爹呢？他爹山下乔介还不是天象星。那岂不是输定了？境界未必能决定一切。轩辕大盘跟王仙芝都是天象星，人家一只手都能打赢他。那您呢？我一只手也行。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吧？气行逆海，这一战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已是必死之身了。还请老祖陪我同去。就凭你这投机取巧堆出来的天象星，这怎么变3道了？快有结果了！生死胜败就在眼前了。真的是他！就是要赢了！老祖小心！成了！你不惜性命全力一击，又可曾伤得了我？你也来了，正好。等杀了他之后，再与剑神一战。既然天象境杀不了你，那么就
再上一层。天象境再上一层，便是陆地神仙。连王先知都没到这境界，你怎上得了这一层？老祖，可曾听说过昙花？初开便败，刹那芳华。神仙，这境界说上就上吗？哎，他这是用自身气血为星柴，燃起星火，登临绝境。可就像他自己说的，初开便败，他的性命也到了最后一刻。这不可能，就算是不惜性命，也不可能真的达到陆地神仙之境啊！从善如登。虽难可达昆仑，老祖宗真的应该读一读那些被你视为无用的书。若不能明了事理天心，你一辈子都不能登临此境。你也配合我讲大道理？老祖还有什么遗言留给惠山？就算你现在是陆地神仙，又能活多久？只要我全力躲闪，你又怎么能杀我？到头来，还是我亲眼看着你不甘而亡。打不过就躲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是知进退。要是换做您呢？用剑之人，只进不退。这也行，还是用了天使。若真是陆地神仙，靠自身就能杀的，已经很了不起。你现在还能活多久啊？爹，等，我可以让青松做家主，我可以发誓永远不碰的。请老祖升天。
主离世，家主不可一日无主，如山重担，只有我来承担。来人，将这谋逆者的女儿拿下！等等！北凉徐凤年，愿借天意，主掌轩辕。抬走。是。夫人，轩辕大盘死了。他什么结果？大公子他以一己之力搏杀老魔头，同归于尽了。你是来投靠的？大公子说，他若战死，这锦囊交于夫人。世子，这是辉山，不是北凉。就算他站上了高位，族人又有几人信服？世子身份尊贵，有您在，自然能压得住一切波澜。可您又能守在辉山多久？他说的挺有道理啊。若我做了家主，也愿与北凉结为同盟。至于我这侄女，可以赠与世子。你家长辈都挺不要脸的。我二叔心性桀骜，如今轩辕大盘已死，我爹和三叔爷也离世，再也没人能压住他的野心。北凉与辉山相隔甚远，他一定会甩脱北凉控制，甚至会反身咬上一口。这样的盟友，你敢要吗？哼，你又能好到哪里去啊？他问你话呢。哎呀，这话不好回答呀。怎么说？这丫头要是说忠于北凉，轩辕家会不满；要说一心为家族，那徐凤年干嘛帮他？那不是选什么都错。殿下也该想想，有朝一日，陆国和徐凤年会怎么选？齐赵叔叔，华莺莺，别人听不见。你也听见了？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曹长青能放心吗？
这一路他都在。我轩辕清风发誓，若我执掌轩辕，必定竭尽所能，振兴家族，让轩辕家屹立不摇。大话谁都会说，你凭什么做到？我为家主后，问鼎阁将为全族开放，即便是门客也可入内研习武学。作为家主，太后们真的很想见太后吗？我们也能研习武学了。振兴家族，只怕家族成了别人爪牙。如今轩辕大盘已死，辉山孤立无援，此时依附北凉，也可保轩辕家平安。但我于此发誓，轩辕不会永远做别人棋子。等下一代天象镜出现之前，轩辕家将会全力配合北凉行事。那要是有了新的天象镜呢？有了天象镜，条件再谈。实在。轩辕家主之位，可不是二位这么说话就能定的。到头来，还是要看家族中人心中意愿。诸位，若轩辕家由这么一位黄毛丫头来做主，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话？请各位扪心自问，谁更适合接掌轩辕？这还用选吗？长幼尊卑，常为一族之本。说得好，长幼尊卑。清风啊，你且听听，这才是人心所向。呀！是说长幼尊卑，大公子才是嫡子长孙，大小姐名正言顺，正该是轩辕之主。轩辕敬意身死，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，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不是我，还能有谁？你爹不简单啊！雨停了。天变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轩辕敬城和轩辕大盘同归于尽。轩辕清风将要执掌轩辕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你？不可能。相不相信都可以，可留给你做决定的时间不多了。
厚葬二叔。大小姐放心，拿下袁庭山。是。收。是。相信吗？为什么来通知我？帮你啊！为什么帮我？徐凤年夺你机缘，恨不恨他？不如一起杀他。我不是傻子。嘿，你想要绝学，我能给你；你想要前程，我也能给你。人走了。走。反正你也无路可走，跟我过江吧。有惊喜给你。都起来吧。我说话算话。从今后，轩辕族人皆可进问鼎阁研习武学。门客凡有功绩者，亦可入内。这下你真不怕将来有天才横空出世，鸠占鹊巢？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。我既然做了，就敢面对任何结果。有几分家主风范？先生是？哦，贱民不足挂齿。在下当年犯错，连累家人，是敬成兄救我全家性命，如此恩情，自当回报。我爹给我的。是。我也有。敬成兄说，轩辕大凡死后，若世子雪中送炭，这锦囊便交于世子。神机妙算啊！你不打开？世子还未回答，您想要什么？人多眼杂，要不单独聊？小姑娘，赏花呀？甜的。什么？我说这花里有蜜，尝起来是甜的。我小时候嘴馋，就总摘了吃。人家姑娘家都赏花惜花，你就想着吃。我命苦，就爱甜。是甜。
我爹最爱读书，这是他常坐的位子。他看书累了，就总爱望着这边的窗外。好像也没什么呀。是啊，这窗外不平江，无山色，也不知道他天天看的是什么。他心里想的，我从未明白过。做爹的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什么都自己安排，自己扛着，又不愿意说。大概是这样吧。写的什么？门客族人的性格喜好、生平际遇，大概是来把握人心的。大概准备了很久。徐凤年若贪念无穷，切勿相争，可投龙虎山。从此清明，你娘若不愿上坟，不必勉强。不能相濡以沫，便江湖相忘，一时幸事。打你出生，爹在桂花树下埋下一坛酒，1年1坛，至此23坛矣。私下取名女儿红，可好？莫怪爹唠叨，这些年，爹每年和你说话不过5、6句，心里攒了好些闲话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清风，爹最可惜的是瞧不见你成家生子。若有将来，孙子叫扶摇，孙女叫雅颂，可好？他们想学文就学文，想习武便习武，人生苦短，糊糊涂涂过一辈子就很好，总好过爹这样，一生求而不得，愿憎相会。怕你生厌，不再多说。祝玉岁安好，无病无灾。我明白了。从这窗外看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，但一直往下去的方向，就是我和我娘的院子。给世子留的什么？你这个爹呀，辉山没落，世子
若想取而代之，只求留小女一条性命。轩辕大盘府内奇珍秘籍，尽献世子。大雪屏上便是轩辕大盘的住处，世子可自便。我不要回山财宝，也不要轩辕绝学。那就是要我。门外青鸟，论相貌不输于你，武艺远在你之上。虽然话不多，但是知情识趣，才智双绝。像这样的丫鬟，小爷我府上还有6、7个，我要你干嘛？那请问世子，究竟想从轩辕家得到什么？你等我一下。真甜。多吃点。请。陈娘儿，来点。好东西。请。干嘛？有事儿。您这是采蜜呢？挺甜的。前辈，您好歹是个剑神，别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。来点吧。哎，来点吧。别客气，来点。我家丫鬟。不瞒你说，西楚公主。别瞎说。你想要人家帮忙，你的身份瞒不住。亡国公主，怎么帮？这几日她就要回西蜀，千里路遥，最快最安全的走法，就是走水路。把她安全送到，就是要你帮的第一个忙。我自己能走。曹长青虽然武功高，但终究不会照顾人。有他们家的船，你路上安心些。官子无敌曹长青，世子这是敲打我呢。聪明人，不用兜售船。世子只伞镇辉山，就是为了身边人，够用心的。没办法，我家丫头还欠我钱，不能出事儿。谁欠你钱了？这么多年吃喝不花钱吗？那你列个明细，我有钱还你。得算利息。不管你怎么算，我都认。北凉世子，西楚公主，这谁能想到？想到什么？没什么。世子何时用船？开口便是。等我下了龙虎山，就该走了。你还要登龙虎山？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？真要杀，我绕着走也要杀的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世子还有什么要求？确实还有一件事儿，也要轩辕家帮忙，也是用船。又送人？不，这次是接人。哪位？不止一人，不止一处，会比较麻烦。天下水陆皆有轩辕，不管接谁，世子尽管开口。时机到了才能告知。怕我泄密？我准备的事儿，谋划太久，牵涉太广，只能放在这儿。就送到这儿吧，我们自己下山。真就这么走啊？不然呢？留着吃饭吗？轩辕大盘收藏了不少奇珍异宝、武学秘籍。他的东西我不想碰，怕脏了手。这还有完没完？大老爷吩咐，若世子未入古牛巷轩辕大盘宅院，这个锦囊就交付你。那我要是进去了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
世子不负辉山，辉山必不负世子。我爹的话就是我的话。你爹这是要把他的武学心得传给我？世子应得的。小爷不要。世子，轩辕敬城最后登临陆地神仙之境，他这本心得堪称神物啊！我有我自己的路走，何必学别人？心得留在辉山，世子随时可取。你们先走，我有话跟他说。走了走了。你也回避一下。是。你呀，你不用一句一句小心翼翼的，我就跟你明说了，就你这样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，还整天苦着一张脸。本世子对你没兴趣，把心塞回去，踏实办事儿，啊！走了，朋友，别送了。怎么了？问你个事儿。说。你来辉山到底是行侠仗义，还是早有预谋？辉山轩辕家族确实早就在我计划之中，但毕竟来辉山之前，不知轩辕家族中人品性如何，最后选择了帮轩辕清风，也是种必然吧。按你的意思，就是行侠仗义了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但往往有的时候，行了好事，才会有好前程。哼，云里雾里。你借船还要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不到最后时刻，谁也不告诉你。为了报仇。江离啊，我也说不出为什么，这次辉山之行见到的种种，让我心里多了一丝害怕。怕什么？怕徐骁。你别蒙我了，这全天下的人都怕徐骁，除了你。说你怕他，我才不信。我是怕他老。小姐，大老爷吩咐，徐凤年若不接心得，这锦囊交给大小姐。徐凤年若不取心得，未来岁月必入天下，可谓辉山100年盟友。我爹究竟准备了多少锦囊？
我这里只有这2杯。好料子，不便宜啊，是用私房钱准备的。这没交代。可惜了那本心得了，没拿就好。啊，前辈此话怎讲？武学不是烩菜，越杂越好。你小子想掉他人道路啊，心境上倒是有几分两袖清舌的味道啊。还有心境这么一说？我当时想的是，我把这册子拿了，那帮他的恩情不就扯平了吗？这么大个轩辕家，以后用得着啊。不过前辈这么一说，这心境上也说得通。看来我是武学奇才啊！哼。爹已经，我知道。他也给你留锦囊了，有些话或许当面说不出来，要借这个说与你听。一个字没有。其实也是，早就没什么话可说了。他以陆地神仙境界击杀轩辕大盘，又安排门客刺杀轩辕禁翼，给我留下消息，叫我掌控家族客卿。辉山一洗旧尘，重获新生，全是他一人谋划，最后还不是死了？难道您现在还觉得他窝囊？不觉得我们错怪他、误会他了吗？北凉世子呢？对你有什么打算？若能做个王室侧妃，也未尝不可。辉山百年基业做嫁妆，也不委屈你。让娘失望了。世子可瞧不上辉山，也没打算要我。他现在不要，将来却未必。娘这是盼着把我卖出去。各取所需，还不是求人？人活一世，哪有不求人的？我想试试。不做王室侧妃，也不要紧。如今风雨飘摇，借北凉之势稳住辉山。好了，娘不多说了。你长大了，心里自有定数。我想在大雪坪上为父亲修墓。随你。你一点都不在意。他酿的酒不错，一杯贵酒入嘴去，2朵桃花脸上来。这是爹写的，他还说过。
山上那株老桂，每到秋日，桂子如玉，容而不媚。这话就好似他为人处事。你现在才说他的好，不讽刺吗？娘有说过他不好吗？爹为我们读书20年，终于读成了这世上最隐忍的陆地神仙。你放心，爹耗费心神留下这局面，我拼死也要让辉山不倒。师傅人呢？他被叫下山了，出事了。龙虎山招我世子速速上路。龙虎有变，不知道的以为劝我赶紧死。既然赵前辈这么说了，那我让大家准备启程。龙虎山恭请世子上山观景。不用管他，我们走。我能走，黄马怎么办？龙虎山天师府，天下第一门派，见识见识。大的头啊！哼，东西最好。怎么，这天师府要改商铺了？东西最好。东西
西最好。不是咱们写的，不是咱们写的。你们别跟着，我一个人上山。不行。黄毛听话，哥上山谈事儿，你在这儿等我。那我等哥。世子出行，师妹总要有个丫鬟陪着吧？不用。又不动手，真要动手的话，你们上去结果都一样。要不你这身份没法上山。哎，有时候我真搞不明白，你们俩我到底是欠了谁的？要不我陪你走一趟？多谢前辈。你怎么不把我留下来？前辈武功高，我留不住。你这不要脸的风范，快赶上你爹了！回前辈，家学渊源。行了，走吧，马上。你这一路算是走到终点了。到了龙虎山，我会自行离队，以个人身份救出小龙。回北凉后，我自会寻军政请罪。上山。掌门，赵西团到了。你怎么不出门啊？闭个关。你闭关啊，还让我上山来呀？是我请您上山商量大事儿。哦，单凭回山了。大不大事先不说，门口那字儿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才听掌门说了，是个小和尚写的。小和尚？对呀。前几日小和尚带了个小丫头，登山论法来的。两禅寺来的。小孩心性，论法在乎胜败，还赌了输赢啊。论输了吧？输了2场，让小一辈和他辩论，小和尚尚有几分慧根呐。小和尚是书画双全呐。哎，那为什么要写东西最好啊？东西是那小丫头的名字。哦，大脑袋呢？小和尚画自己，逗小丫头开心呐。有意思。那为什么不把它擦了呢？留着也好，让小一辈们有点羞耻心。哦，好了，论法之事暂且不提，咱们先商量正事。哎，我已多年不问事了，还特意把我召上山来，这该多大的事儿啊！也不算什么大事儿。哦，就是杀个皇子，再加个徐凤年。才下飞山要上龙虎，这一天可够忙的。前辈，这龙虎山不好上，更不好下。我先跟您交个底。这龙虎山呢，明面上就4大天师，掌门赵丹霞，辈分第一赵希义，还有一个常年驻守京城的赵丹平，再就是黄毛儿的师傅赵西团赵老道。他们4个应该都不是天象境，但您也说过，境界未必代表战力，他们4个可能不弱于轩辕大盘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您也交个底，这4个一起上，您打得过吗？我干嘛跟他们打？那万一他们要害我呢？干嘛要害你？
当然是为了天下平乱呀。平乱？可徐凤年一死，徐骁必然会马踏龙虎。北凉的铁骑，谁抵得住啊？可以不用真死啊。什么叫不用真死啊？为了徐丰年一身大黄庭，将来徐骁身死，北凉必起内乱。徐骁已经安然离京，正在返回北凉的路上。既然朝廷都不动手，我们龙虎山何必要趟这个浑水啊？此乃国运之政，怎能畏首畏尾？这话是谁说的？当朝宰辅张居禄。这件事关系到黎阳朝未来的国运，你们龙虎山既然承受朝堂的好处，那就该为国尽忠。这是借刀杀人。所以我说了，只废大黄庭，可以留性命。我们龙虎山不是他张居禄的门客。您有没有想过，徐凤年一身大黄庭，传自武当，他若接掌北凉，武当必将趁势而起。我们只要防患于未然呐，事成之后，可以将这一切推到张居禄的身上，让他来承受徐骁的怒火。徐骁不是傻子，将来呀，这北凉必然成为我龙虎山的死敌。您可别忘了，这徐龙象可是您的徒弟呀。哎，别动我徒弟啊！当然不动他，非但不动，而且还要好好教他。徐骁只有2个儿子，徐凤年一死，接掌北凉的只能是徐龙象。此事若成，宰辅欠我龙虎的恩情，朝堂要赞我等的忠心，武当从此没落，北凉之主最终将是我龙虎门徒，这一石4鸟，必将成就我龙虎100年之计呀！掌门，该下决心了。我闭关，这些事儿你们商量。赵熙呢？也闭关呢。哎，我还是觉得徐凤年这事儿不妥呀。已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你刚才说还要杀一个皇子，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私生子。不为人知？你怎么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？你到底是谁呀？赵凯，当朝皇族姓什么？也姓赵啊。就凭这个姓氏，你说我能不能给你前程？再看这边，有前辈在，还缺什么绝世功法？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杀徐凤年。不能杀。是，不能杀。不过，毁他大黄庭总可以吧？徐凤年身边护卫不少，我打不过。没有让你打，你只要把他引到这里，自然有前辈亲自动手。为什么是我？徐凤年刚下灰山，你就跟他说轩辕清风另有阴谋，不能留。可终究是要杀一个皇子啊，可以推到徐凤年身上，更是异想天开呀。掌门，此事稍有不慎，我龙虎山便有颠覆之险，还需从长计议呀。当断则断，别再计较了。徐凤年已经到了府门之外，我亲自动手。你这是跟我商量吗？你早就准备好了。
都叫我青瓷学士，只记得我手中笔，却忘了我也提剑。龙虎山怎么是这风格？这画看着眼熟啊！有请世子入府。这气氛可不太对啊！前辈，4天事你不怕吧？怎么没让江泥陪你上山？我带他来有什么用啊？曹长青虽未露面，却始终护在江泥左右啊。你带江泥上山，龙虎山若对你不利，江泥不会袖手不管，那么曹长青也不得不出手。你那么聪明，这事应该看得明白吧？其实我不太聪明，这种事儿我也不想扯上江泥。兄弟，怎么了？曹长青曾经提醒过江泥，有朝一日，或许要在你跟楚国之间做个选择。他怎么选？不到那一刻，怕是答不出啊。也是。那么你呢？江宁和北凉，你怎么选？我为何要选？北凉郑国江宁西行，终究要对上。这人间黑白不明，对错难辨，哪来什么必选之决？我虚凤年不会让自己走到那一步。北凉和江泥，老子都要。走吧，前辈，进天师府逛逛。前辈，原来可以都要。前辈，你没事吧？多年前，我来过龙虎山。我听说过，您上龙虎山挑战当年掌门齐玄真。其实我是来找他要续冥金丹的。救人？是。救成了吗？还没见到齐玄真，人就已经死了。那人对你很重要吧？怎么死的？被我亲手杀死的。他死了之后，我还是去见了齐玄真。我逼得齐玄真与我论剑，仿佛4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当时只讲了武道剑理，并未动手。可我却剑心大乱，输得彻彻底底，甚至境界都跌出了天下。之后下山与人交手，断了手臂，
如今想来恍如隔世啊！要不是齐宣真乱我剑心，又何至于此？乱你剑心的，真的是齐宣真吗？当时如果认识你，知道人可以无赖到全都要，大概会不一样吧。对你很重要的人，你为何要杀他？是他想杀我，却又收了手。她是我仇人之女，相遇之后却下不了手报仇，要么杀我，要么被我杀。她选择了后者，还挑了个好时机。怎样的时机？当时我的木马牛被王先知折断，他怕我坏了自信，选了这个时候与我交手，还死在我剑下。没听懂。当时他与我齐名，并列天下4大宗师。枪神王秀，福将洪甲，叶洪庭，凤都绿袍。是。他以为这样可以让我重燃斗志，是不是可笑？徐凤年，你跟江宁千万别走这么蠢的路。不如咱们打个赌。不管命运使然也罢，天意弄人也罢，我徐凤年总要选自己想走的路。赌注是什么？好好活着，看我疯狂！混蛋小子，走吧，前辈，陪你故地重游，再逛一次天师府。老天师，介绍一下。赵丹平见过李前辈。青瓷学士赵丹平赵道长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京城待得不顺心。李剑神当年一剑震天下，肆意洒脱，叫人神往。却不知，如今怎么成了北凉的护卫了？你是我儿子啊？既然不是我儿子，如今我想做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哈哈，您说的也是啊。大黄庭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姓大，我姓徐，徐凤年。这真气也是难得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恐怕再也见不到了。赵道长这是要瞎？我可以不要你的性命，只要削去你这一身大黄庭，之后就可以放你下山。老天师，这是你们龙虎山的意思？掌门并未下令。赵丹平，你不可一意孤行啊！掌门闭关，些许小事，我来做主。我觉着不行。李前辈，这里可是龙虎山。刚才我在门口想明白了一件事，然后跟这小子打了个赌，
我得看他未来的路怎么走，所以你不能动他。可你现在连剑都没有。谁说的？怎么了？李成刚重入陆地剑仙之境。陆地剑仙？他不是境界大跌了吗？不是连天象都不到了吗？怎么会成了陆地剑仙？剑神啊！不用把徐凤年再引过来了。若此刻与李成刚一战，无论胜败，总要换条命走。晚辈明白。你还有最后一个机会。武帝城。王先知曾经折断李成刚佩剑怒马牛，如今李成刚重入剑仙境，到了武帝城，怕是要和王先知再战一场。到时徐凤年身边可没第二个剑神了。李剑神登临剑仙之境，何喜可贺！龙虎山从未想为难世子，今日之事误会而已。你是哪个？出来说话！贫道赵丹霞正在闭关，不便现身。原来是新一任的龙虎山掌门。误会。前辈，贫道只是好奇剑神如今的境界，才稍作试探，还望前辈见谅。你是龙虎4天师之一，虚名而已。这一代的天师还真是了不起啊！前辈谬赞。那我们走了。前辈，请便。走了，下山。老天师。好好照顾我弟弟，别欺负他，我脾气大。走了。前辈，还是把剑留下吧。